保笋是南投埔里种青岛的农产品，保笋好，路顶上本农民接拉提芦笋，也算田口笋，影响农村景观，也个会上门的宠的哟。在埔里草籽观光工厂工作的4年人的王世峰，半年前路超过个编织的五朋友，用保笋好来搞沙琪亚婆做编织工艺品，后本一个无爱的资源再生，沙琪也个发落的。王世峰也团沙琪手好，添设计高轻营养品，用草籽工厂的废树籽，本营养品各有环保意义。对啊，搁豆豆啊做就好啊，一输了尔。对啊，做丢，豆豆安尼就会使。然后将压一压，再摕后边，压，然后有无？赶快抬起来，就会使更加。半年外来，南投埔里珠山社区地摆，王世峰同编辑工艺家的新外朋友王义新，那有限就会招社区阿婆，乡下教编辑。安尼拍开的时阵啊，红色的线伸入去，亲像安尼，亲像安尼啦，然后搁放茭白笋壳安尼。在台阿婆有人已经当熟手，有人还在学习。因所用的编辑材料，每一班的面线也系做，系无用的咖啡笋壳。压茭白笋壳哈，到埔里来边，全因废弃物溶哈，是到处溶喉时到处倒，做那天然的肥料。不过然后就有些蚊虫也容易滋长。咱想讲，抓到东西按一表哈，其实蛮好，是大概笋壳做一些分解，做织片，来走东西啊。它既然在埔里来说，它的产量是有一定的量，那为什么不可以拿来好好利用？所以我会想到说，因为至少编织是我的专长，要如何把在地的材料配合我的专长，然后发展出来。对，那而且因为茭白笋壳是天然的材质，非无利用啦，拿来做店里，妈做的做的呢，铅笔盒或是钱包或是什么，侬就两扁的哈，就用插牢去插去了。本来点青嘅社区，因为王世峰也对男朋友同编辑发通单入来，也对阿婆嘅起飞时间增加咧，日也过界较无限到。做得大最久啦，像大家联络感情人啦，大家就时间好乡下来乡下做事情，因为咱唔晓的做得枪口拍手，有咪有落实得个搞啊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当然是因为不熟悉，所以他们其实会很紧张、很专心的在做。但是这些动作是重复、一直不停的在进行的。他们熟悉的时候，其实就好像是邻居妈妈们在做一些手工艺一样。他们就是一边做，但是可以一边聊天，然后聊聊哪家的媳妇儿又怎么样，哪一家今天又做了什么东西啊？老师你怎么样啊？对，就是除了做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之外，他们其实之间情感的交流也算是很自然的在进行。王义新同王世峰当清楚，爱社区阿婆做工艺品，材料必须简单，又是在短时间熟手，更加是唔得提心木柱，所以埔里铁山咖啡笋嘅壳就会带社区做编辑嘅提前测。这个织框本来是好抬好麻烦，让它走开始织片，织片是为了要符合该茭白笋的长度哈，就把那个织框缩小，它是用好简单的方法来走。茭白笋壳宽度的问题，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它就有一定的宽度的限制，到目前为止。但是我们会想说，如果它真的是可以拿来再生利用，又可以好好做出什么产品是对社区有益的话，那接下来要再怎么样去延伸设计，那可以再接下来说，我们并不会绝对就说到目前为止就停了。
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构图啊，可以看那个构成图，对。以往的智商我们可以做得起来。没有问题。大家会发现它其实都是什么圆形的组合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它是大圆包小圆。42世纪王世峰来保利这间初级观光工厂做经理已经4年外，意向游子同伊个所在带球咧，渐渐产生菜体情怀。去年，佢就开始思考，要寻到自家在运用嘅资源之下来发展下去。俺老是想讲产业哈，怎么样社区化？那社区怎么样产业化？按你想法啦。大家又喊来普利来造成来搞的时阵哈，该卖东西时，我们社区居民很多都社区居民走。古娃娃手的部分，最后做出来是手上半段的这个部分。那等下小朋友卷的时候，从黑色的这里开始卷，越小越好哦，越小越好，然后越紧越好。拜三下晝嘅暨南國小學校已經無課咧，期間愛心媽媽同學生當同無限做紀念品。呢係今年讀到學校90年校慶所設計出來嘅紀念工，研發者就係王世峰。我们学校发展和太鼓是学校最具有特色的一个才艺之一哈。透过古娃娃来代表学校的一个特色，然后也可以送给外宾的一个纪念品。那我们因为学校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资源，那我们刚好社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，利用回收的这个瓦楞纸。做纸卷，然后可以来设计纸娃娃的一个公仔。请给大家先画一个样子出来，那当老师先来看，再修改，还是大家可以走出来。走出来每到在学校来边哈，有好几次讨论了呢，嘿，他是慢慢走出来。王世峰巧妙地將學校嘅特色，還有自家初級觀光工廠嘅字結合，本一項紀念品又有創意又當實用。佢更加希望透過用手去做，增加學校同家長嘅情感。可以抽空，然後來陪孩子，然後參與一些學校的活動，然後就覺得會很有意義，對，然後利用閒暇的時間，然後來這裡還可以跟媽媽聊聊天啊。除了愛心媽媽之外，還有很多平常沒有加入愛心服務隊的那些媽媽家長，也很熱心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，他們覺得。幫學校、幫小朋友做這樣的一個紙娃娃公仔的製作是非常有意義的，而且是可以師生互動，然後親師生、家長跟學校的互動更加的一個綿密哈。既然係地方產業，天出愛同菜體連結。王世峰將菜體材料融入機密嘅生活，簡單嘅手工藝，帶動社區也變解開有人文氣息。